所以看空气的品质，提醒乡亲，今仔日西半部空气的品质真正无好，因为扩散的效果条件无好。透早环保署空气品质的监测网络显示讲，包括桃园、平镇等有38测站拢导红灯，也显示讲，这对所有族群拢无健康。包括高雄、屏东、台南、台中有6个县市拢已经设立地方指挥也是应变中心。环保署是讲啊，目前已经要求西部所有乡这个土团的电厂降载。减少这个团的排放，嘛提醒乡亲避免烧物件，也是讲车若停落来时，上好严禁甲禁起来，作为台湾的空气品质来拍拼。原本应该当看清楚的台北101，即马拢看袂清楚，因为空气污染真严重。在予暗时开始，西半部地区因为无风，扩散条件歹，所以累积真侪污染物。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包括桃园、bình鎮等等38测站拢是红色警示，所有族群应该减少伫室外活动，包括高屏、台南、嘉義縣市、台中等等6個縣市，已經緊急成立應變中心。環保署嘛需要求西部所有燃煤電廠減少排放。台電這邊降載了有1.7億度，大概相當於4個月新北市的這些用戶使用燃煤電廠的一個相對的一個排放量。唔過來看未來這3天的空氣品質，拜5過到了，因為東北風真強，空氣品質會略啊較好。拜6雖然未像今仔日這麼嚴重，唔過南部污染物也是累積。禮拜開始到後禮拜4，東北季風減弱，佫會互西部的擴散條件歹，空氣品質佫會互人真煩惱。除了要求縣市政府注意大型的工廠，民眾嘛要避免燒物件等等，做伙來為台灣的空氣品質拍拼。